观众朋友你好，我是吴国清，欢迎收看今日新历4月7日公视台语台的报新闻。咱赶紧来关心上要紧的几项新闻事件。蔡英文总统讲，顶站做喙炎的厂商组织国家队，当然要拍国际杯，会捐1000万的喙炎支持病情较严重的国家。行政院苏贞昌院长讲，按算要甲民间斗消掏困难的金额会掠到1条，这内底嘛会加按1条追加特别预算1000亿。交通部要求即时开始较长途的公共交通工具，像高铁、台铁、甲走长途的客运车，旅客拢得爱挂喙炎防体温。观众朋友，咱先来关心下晡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记者会说明讲，如果新增加7个武汉肺炎的患者，7个拢就是带病入境，无伫咧国内致病的案例。到这当阵，咱国计共已经有329件病例。另外，交通部为着要鼓励业者来设防疫旅社，接待遐在家内检疫的民众，到6月底为止，补助这款旅社民宿的业者一房间1天1000块。指定中心伊嘛宣布讲，需要在家内检疫还是隔离的民众，若违规1摆，就会送集中检疫，嘛袂当领防疫的补贴，上届悬阁会当罚到100万。咱来听陈时中指挥官上届新的说明。那我们今天宣布要有7个境外移入的案例。好，那主要是美国美国6位，英国1位。好，那没有本土的案例。好，那这里面今天相对的单纯因为里面这7位里面那机场检出的是5位，好，那居家检疫的是2位。那总共我们到今天这样增加了7位之后，我们确诊的案例总共有229人。那今天增加6人解除隔离，我们现在有45人解除隔离，那另外是5人死亡今日早起，蔡英文总统表示讲，顶站真侪做喙炎顶下游的厂商合作，组织一支国家队起来，当然要搁进一步来拍国际杯，就是和别国加强合作。佫会捐出咱喙炎1天的产能1000万个，来支持在下较严重遐个国家的医疗人员。清明已经到，蔡总统嘛讲，疫情指挥中心的吩咐都爱听，人甲人唔通伤过哇。国人不论是扫墓或者是有其他的活动都要谨守我们疫情中心对大家的指引，尤其是要保持这个所谓的社交距离。面对清明节时间连续假期，蔡总统呼吁民众防疫优先。面对目前国际疫情局势、全球互相影响，更是靠国内风气不断走动，算是下一步会甲国际防疫合作拍国际杯，会对美国欧盟友邦国家捐1000万的喙炎，加药物预防性经验，帮助其他国家的医疗体系。前一个阶段我们组好了国家队，在这个阶段我们要打国际杯，跟其他的国家一同做区域联防。台湾身为国际社会的一员，我们愿意尽一份责任，助人也利己。下个礼拜我们会继续调教机器，提升稼动力，朝着日产能1500万片努力。蔡英文表示，目前咱国喙炎产能已经提升到每天1300万个，佮向1天生产1500万个目标行。经济部强调，喙炎甲民生部做供应无问题。泡面、卫生纸、喙炎等，连续假期期间已经协调厂商继续生产，以持市场继续加产能的稳定。假使台湾要拍国际杯，医疗帮助对象是不是嘛包括中国引起关心？我们愿意跟世界上任何的国家愿意跟我们合作的，我们都很愿意一起来合作那我们也不希望这个事情被过度的政治化蔡英文强调，台湾要展现医疗外交。外交部长吴钊燮接受用世界卫生组织 WHO 呼吁将台湾加入会员国。台湾常年被孤立在国际医疗卫生体系之外，也要再次呼吁 WHO 将台湾完整纳入相关的会议机制及活动，让台湾与国际社会携手共度难关。蔡英文强调，愿意甲任何国家斗阵拍拼，不过防疫嘛无希望伤过政治化，希望防疫合作和国际社会听到台湾的声音。卫福部长陈时中讲，个人都要注意维持社交距离，甲家己照顾好势，就是甲社会照顾好势，甲亲人照顾好势，每一个人都是防疫老师。记者综合报道。
武汉肺炎影响经济大上重，昨行政院苏贞昌院长讲，按算要甲民间斗消头困难的金额会掠到1条，这内底嘛加按一条新追加的特别预算1000亿。财政部苏建宁部长嘛讲，咱的财政也真好，国家若要派债务是要有1条8000亿的条件。啊，国党立委嘛讲，纾困的预算安怎编安怎用，这才是大要紧。因为武汉肺炎的疫情咧拖，各行业受到影响。行政院原本列出600亿特别预算，不过行政院长苏贞昌30日到立法院备询，面对立委这期600亿不够，表示未来纾困金额会到1条。对此，行政院表示，1条包括原本的600亿，还有救急的基金，加央行、各公共银行贷款额度，其中可以追加1000亿特别预算。我们大概离这个在线40.6%啊，还有大概1.8兆左右的这个，所以未来还有1.8兆的举债空间。是。因为这条不是小数字，条立委认为行政院的意思真好，不过资金安怎编列，纾困产企业的项目嘛应该列出来，要安怎执行落实，这是重点。当时欧美还没有发生这么严重的一个肺炎的状况。那现在整个国际形势已经变了，所以也许这个纾困的金额应该要再增加。现在才做有一点点慢哈，我一直在强调哈，纾困哈动作要快，程序要简便，才能真正达到紧急纾困的目的。有没有真正落实到有需要的那个需要的人身上哈，而不是去补了一些不该补的一些行业。另外，经济部规划发现，库碰券定调以行动支付为主，以大家人逐个月限额回馈，拍7-5折，大家人逐个月优惠限制1000块，希望会当接振兴抵用券，会先到行政议会报告，若是通过，预计4月底实施，执行3个月。记者综合报道。目前咧采验武汉肺炎，普遍拢是用棉仔机过南头，还是片管。才搁甲棉仔机落入去试管包覆条，送过去检疫站化验，过程讲起来是真十全。上知影讲北部遮煞有一位检疫站，人送来试管扫无严，检体漏摄出来，只好重新甲患者调来验一摆。对验棉仔机伫咧采检的医护人员来讲，安尼就是搁再加一摆去互病毒侵入体内风险呢。医师手提长讲是要去采检者的片仔，也是脑后的棉仔机，切了后会甲伊压断，放入去底试管内底存好安，而且佮包2烟接骨袋啊，装入去检体箱内底送检，较人讲有感染新型冠状病毒。不过北部团处有一位检疫站发现检体漏摄的意外，第四有一寡患者需要重新采检。有可能试剂盒本身有缺陷、有瑕疵，或者是没栓紧，或者是那个试纸太长，它没有折断，就硬给它锁进去，它就把它弹开，这些都有可能。医师表示，因为检疫人员拢有穿防护衫，佮加上演练真侪届，所以讲检体漏摄也是传染的风险加低。不离个因为患者需要重新采检，检疫人员必须再一届检验，要求受检者开喙，安尼佮增加检疫人员去防传染的风险。而且英国研究报告指出，感染新型冠状病毒更有可能会出现皮肤食无的症状。这些病人他不会有典型的症状，所以他不会一开始就被我们找出来。他们只是嗅觉味觉异常，可是我们平常有时候感冒或怎样也会有嗅觉味觉异常，他不会太去介意注意他这样所以这些人可他身上还是有这个病毒的存在。典型的主要症状是发烧甲一直扫，医师认为讲有一寡民众伫咧感染了后，并无出现伤侪典型症头。第四检疫的时间慢一卡步，尤其是食无甲鼻无，算是患者的主观意识，所以应该主动甲医护人员讲。医师嘛建议爱甲食无鼻无的人来入去采检范围。记者综合报道。咱再来讲，交通部要求即时开始，较长途的公共交通工具，你像高铁、台铁、含走高速公路的客运巴士，旅客上车拢着爱挂喙罨，体温嘛着爱磅。交通部黄玉林处长佫讲，若旅客坚持唔配合，就不准坐车。毋过嘛有在野党立委咧质问讲，喙罨敢已经互百姓买到有够啊？嘛有话地方政府讲，因会较慢实施这条办法。乘客上车进前量体温，
食来以后，还阁喷酒精消毒，验过安尼也无够。为了要做到社交距离，国光客运推出防疫专车，食来坐椅啊加装透明的塑胶布，和民众保持安全的距离。我们现在都不会在这种密闭空间去做就是进食的动作，这样连喝水都会尽量避免。有那个塑胶布粘的这个车子，冷气系统跟那个座位的细缝啊，我们都可以消毒。国光客运董事长王永杰强调，目前防疫专车只敢拿一台，主要是台北往台中的车次。盐湖伫最近会继续增加，已经伫咧赶工。若是国道客运做好防疫，台铁、高铁自4月初开始上车进行强制量体温，而且坐车才会全程挂水安。但是新制实施的第一天，发生几多件旅客袂记挂水安被拒绝上车的代志。旅客的体温如果超过37.5度，或者是没有戴口罩，那我们会依据传染病防治法的相关规定，旅客就不得进站乘车。那这一次的措施呢，事实上交通部已经筹备一段时间，而且事先也进行了相当的演练。有国民党立委质疑，大众运输系统全面拢爱挂水安，政绩伤过赶。目前每礼拜只个人买3个水安，民众根本袂会传。要若是北极、基极是强调，要等到初九才会当实施。中央地方无共调。那还有8天的时间，病毒并不会等人，病毒也不会说因为你坐捷运，所以我不攻击你；因为你坐高铁，我会攻击你。不要一个国家有2个口罩政策。今天所实施的是针对城际、中长程的高铁、台铁跟客运。交通部强调，这大众运输系统强制挂水安，是针对中长程的高铁、台铁、客运。地方政府的职员是不是采取同款的措施，尊重地方政府，依照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的指令办理。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美国已经有将近19万人诊断确定要4000人死亡。国务卿 Mike Pompeo 嘛表明，因国务院已经一个官员治病过往。还有国防部派过来太平洋的防空母舰罗斯福号，船顶已经超过100个官兵为着病。还有纽约州嘛已经有8万人诊断确实，州长阁宣布讲，伊迄个咧做主播的小弟嘛验出治病。川普总统嘛讲，过来美国人就经过真艰难的2礼拜。美国的疫情哪来哪严重？总统川普该乐观的态度，对全美国人话话，要对刷落来苦日子做好准备。伊前几天才呼吁美国各地伫复活节进前，会当结束防疫的限制，毋望企业赶紧复工。We're going to go through a very tough 2 weeks. We have almost 10,000 ventilators that we have ready to go. We have to hold them back because the surge is coming. 北京是实境，疫情恐惊会提走上侪24万人的性命。 This is the thing that we need to anticipate, but that doesn't mean that that's what we're going to accept. We want to do much, much better than that. 美国部署太平洋航空母舰罗斯福号的舰长布莱特·克劳奇，写一张CIA救援批予5角大厦，毋望会当互全部的人落船检疫隔离。伊表示，即马毋是战争时期，舰顶的官兵无需要牺牲。根据上开始报道相关新闻的旧金山纪事报，舰顶超过4000个官兵，已经超过100个人感染，除了一批感染者落船，其他人拢搁伫船顶。因为军舰的空间有限，真歹保持社交距离。军事专家形容军舰受病毒攻击。 互战力北约亲像是甲船拍沉去，恐惊互对手会当利用的机会。中大疫区纽约继续出现确诊不治的病例。纽约州长科莫亲身宣布家己的小弟 CNN 主播克里斯检疫阳性。This virus is the great equalizer. My brother Chris is positive for coronavirus. But there's a lesson in this. He's an essential worker, member of the press. If you go out there, the chance that you get infected is very high. 国务卿蓬佩奥证实，有一个国务院的官员不治。目前国务院内底各有数十名人员确诊，这嘛是头一个美国的外交人员因为破病过身。为着防疫，杜城拉斯维加斯停业，加油为着要保持社交距离，敢会当困伫露天的停车架，嘛伫社群的网站引起讨论，安尼敢真正有效？记者综合报道。 再来讲欧洲这边，昨英国一个13岁查甫囡仔，还有比利时一个12岁查某囡仔，拢救无起来，因为武汉肺炎来过往。
这也是目前欧洲致病过往的患者内底上界少岁。另外，西班牙、法国和英国一天内拢增加几百宗死亡的案件，过往的人数是一日一日悬。尤其法国过身的患者已经有3523个，人数也赶过中国。3523 décès ont été observés en milieu hospitalier depuis le 1er mars. 法国的疫情出现真大的变化，连续3天的死亡率都千悬。过去24小时有499个人破病死去，创过一天上悬的。死亡率增加17%，总死亡人数已经3523个人，超过中国的3300多人，感染人数嘛已经超过52000例。Le nombre total de cas confirmés par PCR, selon Santé publique France, s'élève donc ce soir à 52 128。死亡人数增加较真紧的，还有西班牙，总共增加849个人死亡，创过一天死亡人数上悬，总死亡人数达到8464个人，确诊人数嘛增加9000多例，目前已经累积超过95000例。附近的意大利过一天有812个人死亡，累计死亡人数超过12000人，感染人数超过105000例。两国伫咧当地时间31日破病死去的民众哀悼1分钟。英国嘛增加381个人死去，是疫情发生以来过一天上济。And sadly, yesterday we recorded the highest single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deaths as a result of COVID-19. 381 people died. 英国已经累积1700多个人死亡，25000多个人感染。伫咧当地时间31日，有一个13岁查甫囡仔死去，是英国上少年的死亡比例。伊3月27确诊，无到1礼拜就过身。伊的亲人表示，伊本身无健康的问题。BBC 是指出，青少年感染了后变做重症的几率无悬，毋过也是有0.006%的人会破病死去，也就是讲每3万个少年患者内底会有2个人死亡。啊，若是伫咧比利时，某一个12岁查甫囡仔死去，是当地第一件儿童死亡案例，嘛是欧洲目前上少年的死亡病例。C'est un événement qui est très rare, mais qui nous bouleverse. 政府无详细说明查甫囡仔的病况，敢若讲到伊过身进前发烧3天。不离个比利时的人口敢若1140万人，所以已经有12000多个人感染新冠病毒，而且有705个人死亡。记者综合报道。因为疫情，指挥中心吩咐讲，若民众含人直接无法度离开开咧，喙炎就要挂好条。是讲，若市内的公车也是捷运，这款停的公共交通工具，喙炎无挂，人敢会无爱载。台北市政府是讲，目前会先劝导未硬度规定。新北市的侯友宜市长嘛讲，照讲是中央爱出面约束，才有法度行，佫着考虑民众的喙炎敢有宽较够啊？中央宣布，对初9开始，建议公共空间要保持社交距离，但是坐公车人客人是无详细歹执行。后一步敢会强制市民坐公车还是捷运爱挂喙罨？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讲，目前未强制规定，因为要考虑到民众的喙罨够有够用。昨天这个社交距离的确对于台北市的公车捷运会是一个蛮大的困难。中央的指示可能希望他明确的下令，没有戴口罩是不是不能够进入？如果可以做这样的指示的话，我们就照办。黄珊珊表示，除非中央下令，才会强制实施。新北市政府嘛同款认为讲，大众运输一律爱挂喙罨，爱由中央统一公告。虽然喙罨是明济对初9开始，成人改做14天9片，但是新北市长侯友宜建议，上好是2礼拜10片，安尼就会当执行大众运输强制挂喙罨的措施。所以我们要建立中央。最好14天，你把80片口罩，然后在大众运输同时宣告，都可以。如果不戴口罩，我就提早用传染病防治法3期来限制。除了针对社交距离提出建议，台北市政府嘛呼吁中央爱扩大体检量，放零资格，唔通干那看个人敢有旅游史，才会当体检家己敢有感染新冠病毒。因为北市政府认为讲，最近这几日拢是因为接出入诊所才会去封闭掉，过程当中恐惊已经造成社区传播。为着控管校园的人流，北市政府嘛宣布对4月初6开始，高中镇校园平常时无开放予民众入去活动。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项，教育部昨嘛发布大专院校上课所造成人甲人距离远也近的新规定。过来若超过100个学生的课程，拢爱换设讲，看是要上无跳这2班，还是用网络教课，互学生唔免入去教室。上届无也着爱约束同学，人拢着爱挂喙罨。超过50个学生坐伫教室内底。
手若一伸出去，就会吸着同学。3月初大学拄开学的时阵，还阁会当安尼上课，因为即卖疫情升悬，大学嘛对咧调整。东吴大学为3月20日开始，那90个人以上的课拢用远距离的教学。大班的教室就是一定都是远距。那另外的话，如果通风不好的这个教室，我们全部都是调班。远距之后，它就有空间会出来。世新大学3月23开始，100个人以上的班级分做2班，一半的学生伫教室内底上课，另外一半的学生咧厝邻东部用线顶来学习。伫咧实践大学学生讲，有的课已经用轮流的方式隔礼拜来教学。就是那一班人数比较多，所以有改单双周，就这样一般人数就会变得比较少。就伫指挥中心定出社交距离的指示了后，教育部嘛发布相关爱注意的代志，针对100个人以上班级的课程，或者是教室内底无法度保持适当的社交距离，都要用分班、远距离上课，或者是挂嘴烟的方式来应用。我们现在呢，就是把那个教室的位置拉宽了学校的上课的学生并没有说强迫他，因为买不到口罩，我们也没办法强迫。但是还好，看起来目前为止几乎是全部都是戴口罩上课。教育部指出，这个措施伫咧学校监督之下会当直接执行。若是指挥中心有定相关的规定，会进一步发布有路的规范给学校。记者综合报道。昨台湾师范大学有一个学生确定去挖着武汉肺炎，总是这间学校内底有真侪拢是未来要去国中、高中做老师的师资培育生。虽然迄个患者是无参加在内，不过台湾有一寡中学已经和师范大学打合好势，双方面决议讲，本地读到大学4年的师资培育生，拢要去国中、高中看前辈安怎样教课。这阵工课，台湾拢会先暂停了。环保局人员支援学校消毒，台师大伫3月31证实有一个肺炎的确诊学生，校方认真对待，先进行全面性的消毒。不过，因为台师大是台湾教师培养的重镇，有真侪4年的老师培生会先去国中甲高中观课实习，所以代志发生了后，部分的国高中就甲师大协调，接完师培生去学校实习，甲补救教学。因为昨天本来有一个物理系要来，但是我们就是先暂缓嘛。最近能够用线上的地方上课，如果要安排去学校的地方如果学校有疑虑的，也可以先暂停。确诊的案例呢，事实上他并不是师培生，所以他也没有参与任何师培的一个课程。大部分的科系都已经在上个学期跟在春假之前实习就已经结束了，还是有少部分的学生会安排到实习的学校。那所以目前我们有1所学校呢，是我们互相的这个协调，那延后2个礼拜再去做实习。校方拢认为讲疫情严重，全体师生的健康上介重要，所以决议暂缓。若是观课实习，大部分拢伫顶学期上济，下学期的时数较少，而且因应疫情的发展，有真侪学校拢用远距离的方式来进行，所以师培生的权益未受到影响。大四的见习跟那个取得教师资格的实习那个是不一样的。取得教师资格的实习通常都是毕业生、大四生的观课见习对学校的校务运作来讲，是不是一个必要的事项？避免他们进来，减少校内感染的一个风险。其实早伫疫情刚开始传的时阵，台师大就已经要求师生去学校爱磅体温，而且还要订集手机的平台，给学校掌握健康的资讯。若是甲台师大同款是国立台湾大学系统的台大校方表示，已经了解确诊者去过的所在，这个学生无学校选课。台大有2个学生有去过台师大甲确诊者上同一门课，已经要求2礼拜袂当去学校。目前暂时免停止2个学校的师生来往。记者综合报道。讲起来，医护人员徛伫咧第一线，抵挡病情摊开，这是真严硬，阁真辛苦。不过，当所发生有的民众会甲因摆脱另眼看待，像讲新竹马偕病院到医护人员下班，倒转去徛假的大楼，煞互别户约束讲有的电梯袂使坐，讲起来是互人真凊心。论真讲，医护人员拢真讲究清气象甲消毒的工课，这项咱也着爱理解。辛苦医护人员都无闲做工课，面对着武汉肺炎的疫情，大家人拢唔敢大意。不过，正煞传出有医护人员下班了后，回到厝的，要坐电梯煞去其他的厝边要求分流，或者辛苦医护人员辛苦来，实在是真艰苦。我听到这个电梯事件的时候，其实是有一点。当下是有一点点觉得难过，但是我觉得比起这个事件，是有更多的社会的民众是给我们加油跟打气的。我们反而是比较有安全意识，我们
该洗手、戴口罩或者是什么，去医院都有做。所以今天既然医院是许可他，觉得他是正常健康的，可以回家的，就没有问题，就跟一般民众一样，不应该他是在哪里工作就我觉得这是社区的民众过度的一个表现啊，我们觉得不可取。病院方面表示，医护人员冒着性命危险来做工作，其实大部分的民众拢真支持医护同仁，有人捐钱，有人捐便当，还有真侪餐厅落医护人员有拍折的优惠，不过难免还是有一寡特殊的状况。不仅是我们自己医护人员，其实我们平常的时候都还要去自备，随时的我们都会随身带的这一瓶的酒精啊，只要我们触碰了电梯以后啊，我们就可以保护好我们的手，去把它给清洁。医护人员在进出病院的时候，拢有严格 SOP， 确定大家人进出病院拢是安全的。呼吁民众千万唔通过度烦恼，更加袂使轻视着医护同仁，全民应该做伙来对抗这届疫情的考验。记者周君豪新竹报道。早日咱有报讲，台北市北安路的阪神银行发生有人去抢劫，短短2分钟，咱犯案的人就抢80万去，佮开枪甲保全人员拍着伤。昨下晡警方伫咧桃园市龙潭遮抓到这个50几岁姓陈的嫌疑犯了。几个警察雄雄冲过来，将无防备的嫌犯顺利压制。搁伫嫌犯的车顶撬出67万抢来钱，甲一支改造枪。这人就是3月30去抢台北阪神银行台北分行的嫌犯。警方顺线追查，总算伫桃园龙潭锁定目标。因为歹徒有强大的火力，那我们为了同仁执勤的安全在适当的时机在跟监之后，在他最没有防备之心之下，突袭在龙潭中心路超商前面将他逮捕。抢案发生了后，银行4个拢暂时封锁，涂骹也个人看到枪支卡分者，嫌犯当日提灯枪伫短2分钟内，除了抢走80万，也个开枪拍到一个保全的大腿，随后驶偷来计程车逃走。警方要来调查作案时迄支枪的下落。犯案的枪支目前他还是坚不吐实那我们会建请来羁押那后面再溯源这一部分我们会持续在追查。警方初步调查，这个50多岁姓陈的嫌犯有强盗等真侪项前科。伊抢银行得手了后，马上开车逃往桃园甲新竹，结果伫桃园被抓。警方会进一步调查案情甲是毋是有其他共犯。记者综合报道。台湾话艺术水阁好，国情解说2句互你做参考。解说，解文说字。以早咱的祖先咧甲咱教讲，抢人劫人先唔通，就会掠去家角做犯人。确实有影，敢无影咧？总讲一句就是歹路唔通行。这原来过去一条真好听的歌，歌词一字一句真正感动人。国情招所有朋友，咱来研究这条歌。我嘛要来讲这条歌背后有一站审查歌曲的过程。歌词讲，爸母疼咱哪死命，唔通互伊心痛疼。唔通虚荣爱名声，为着前途爱拍拼，苦口良言着爱听，歹路千万唔通行。这条歌是黄敏老师作词作曲，写予洪英红，宝岛的歌音歌王洪一峰的后生，原来是名歌王洪英红主唱这条真实行的歌。洪敏老师本身亲身捌讲互我听，讲迄当初因咧写歌，拢着爱送行政院的新闻局审查。甚至讲，因有写出真侪歌词，拢互新闻局的官员甲因质问讲，答恁一定去是踮迄个风月场所写的歌，才会写到即个不得不切的歌词。共即条歹路唔通行，送审查的时阵，竟然互人封锁，讲袂用进，即条歌袂使唱。原因对倒位来？咱来听伊后壁内容的歌词，你体会讲，到底即内底字句敢有倒位唔好？你甲听黄敏老师写讲，苦口良言着爱听。歹路千万唔通行，少年家你就唔通虚荣，爱慕虚假名声，为着前途，咱来认真拍拼。毋则第2拍歌词讲，爸母辛苦来饲囝，希望囝儿做好囝，黑暗江湖拼性命，真是互人心痛疼。回头是岸向前行，唔通搁再做歹囝。黄敏老师亲身讲互我听，讲谈新闻局内底基层的公务人员甲讲老师搭审查的官员讲即内底着爱改，你改一句，因就放你通过啦。
黄敏老师讲，我打硬，我坚持讲，无爱改。我若倒位毋对，倒一字有犯着讲，互恁感觉讲咧坑人做歹，内容写了歹，你甲我讲，无我一字都无爱改。咱继续听第三拍的歌词，伊歌词搁再写讲，看人有钱有名声，毋通想讲咱歹命，命运毋是天注定，着爱自己来拍拼，暂时失败毋免惊，到尾啊才会再输赢，歹路毋通行，毋通做歹囝，有影哩。尾啊，过当礼拜，再一摆审查的时阵，黄敏老师坚持无爱改，这条歌嘛是通过。互红红唱一个大迄度，流传到呾。咧劝人讲，回头是岸向前行，毋通搁再做歹囝。确实有影歹路毋通行。过来，咱嘛来关心真侪基层手面趁食的劳工，因为即回病症，当时拢无奈伫咧休无薪假。台南市政府当就宣布讲。市府下底机关有200个含防疫的工课，较有牵连的课已经开出来。4月中旬就会开始引人，望通或者减上班，暂时咧休困，也是还佫找无适头的劳工，拢会当先去因遐服务暂度时机。武汉肺炎的疫情继续在滚价，百业萧条，有真侪民众因为安尼开始减班休困，也是失业。台南市政府带头决定，4月中各机关会印定200个短期的课，互减班休困也是失业的民众总换投入防疫的工作。让一些那个失业啦，或者是减班休息哈，那可以在这段期间多少有一些生活上的补助哈。在4月6号就会把整个市府需要的职缺大概是有200名哈然后在5月1号上工。台南市政府进一步说明，用时薪158块来计算，每个月预计有要花28000块。市府准备咧免2000万的第2预备金来支应，工作内容嘛是看个人的才能来安排。发挥这阵短期间的专长，甲市府斗做一寡防疫的宣传，也是关怀的工作。比如说大众运输系统的这个司机或者游览车司机，他们有可能就可以去载送做一些运输的工作。那总之，让他们可以觉得说他们这个时候做的工作是跟他们职业相关的。台南市府强调，虽然中央已经通过武汉肺炎纾困条例的预算，但是头先受到影响的也是各产业的基层员工，有的甚至已经有生活的困难。伫咧等待中央的资源到位进前，台南市政府先甲因斗3工，4月中对外公告相关的工作课，一切准备好了后，5月初1开工，时间是3个月长。记者综合报道。因为疫情指挥中心已经吩咐讲，人甲人社交的距离爱切较远咧。高雄市的大卖场伫咧人客极少的所在，阁有服务台，甲停车搭费用的区域，拢有扭防疫的等待线起来，将民众排列的距离切互开。真侪饭店嘛配合，将桌仔椅的数量拢减半。不过嘉义有一间真出名刷锅鱼头的业者是讲，若是咧排列的民众等待要买要包较济的时阵，恐惊就真饿死死咯。大卖场的门口，民众准备要入去抢买物件，不过排队排了伤晚，卖场的工作人员赶紧叫因保持距离。请保持1公尺的距离。极少的所在，涂骹有搭防疫距离排队等待的线，每一段拢隔1公尺，还佫设置告示的牌仔提醒民众，都是希望民众会当保持距离，保护家己。我们要有一个共识，是我们不只是保护自己，我们也可以保护别人。我们会告知顾客，就是请他就是保持1公尺的距离，然后如果说真的没有办法，那就请他戴上口罩。民众按规定排队纳票，耐心等待，对卖场的防疫措施大部分拢会当配合。另外，服务台、停车纳钱等等人较侪的所在，卖场嘛有搭排队的等待线，互民众会当安心消费。另外，连锁饭店嘛因应社交距离规定的建议，主动甲餐厅的座位减一半，桌仔甲桌仔之间有隔开1.5公尺以上，原本会当坐10个人的大圆桌，改做5个座位。他们如果是先订10位的话，我们电话上会跟客人先询问说他们愿不愿意，其实可以拉开所谓的社交距离，就是5位来做。不过，家己刷锅鱼头的店，食饭时间人真多，店内座位已经扭开1.5公尺的距离。不过，包登去食的人客排队爱隔1公尺。业者认为，若附近其他的店头无爱互挡伫咧门口，人客就会互赶去车路的，恐惊佫较危险。这个政策对大家可能执行上会有困难，但是会尽量的配合。
业者讲执行是有困难，不过嘛已经伫门口有喷卡印，每一个拢隔1公尺，互民众打卡印来排队，嘛有规划动线，会尽力配合政府相关的规定。记者综合报道。自今日开始，台中市政府伫咧市政大楼1楼的弄空所在，就是人所讲的路位，设联合办公的专区。因为2楼起日暂时都无要开放民众行搭。市府嘛另外宣布讲，考虑到有的在家内检疫14天的市民，亲人是不便带做伙，但就欢迎因去带有经过市府认证通过的旅社也是民宿，一口罩14天的补助5000块。民众要到台中市政府办代志，除了采实名制规定，为4月1号开始，市政大楼2楼以上拢无开放，民众袂使去楼顶。各局处伫咧1楼设置联合办理的专区，虽然比以往较无方便，但是民众普遍认为，为了防疫，拢会使配合。之前在楼上办公，毕竟他们是密闭空间呐，那1楼它比较空旷，有空气流通。所以这样子相对对这个防疫工作会比较好一点。为了防疫，我觉得对我们对市府都是好。不过嘛是有民众要找业务负责人无伫咧1楼，需要等待市府的员工协助通报，比平常时加开了袂少时间。市政府表示，安尼新规定是要降低无必要的接触风险，希望民众会使加体谅。透过一个减量单点的方式就在这里集中的跟服务民众，相信民众也会很安心、很安全来洽公。除了防疫搁再升级，台中市政府嘛推出安心旅宿的认证，因为目前台中有6700多个人当咧居家检疫也是隔离，为了莫接触个案，处理的人袂使带做伙，袂少民众因为安尼出现了大的问题。把孩子关在一个套房，其实是很辛苦的，14天呢。所以我们决定把自己的家留给孩子自由活动，然后我跟先生就来这边住个14天。台中市政府表示，目前在台中市已经有188间的旅宿业者通过审核，只要甲居家检疫也是隔离的人共一个户口，连续14天带共一间有认证的旅馆也是民宿，市府每1户补助5000块，安尼唔但会使降低旅宿业受到疫情的冲击，嘛会使解决民众的困扰。记者台中综合报道。咱搁来讲，早起立法院内政委员会伫咧审查国土计划法其中一部分的条文，国党目前有提出4版，互相伫咧拄。民进党党团的总召集人郭建明立委嘛特别说明讲，因为行政院迄版内底本地第15条写讲，若经过核定的国家重大建设计划，就通随时检讨甲变更各级的国土计划。这条有影是引起未少议论，目前这条是无要列入去。行政院通过国土计划法修正草案，会在立法院内政委员会审查。其中第15条增订经行政院核定的国家重大建设计划情况下，会当来检讨变更各级的国土计划，互款团批评是咧开后门。民进党党团一度想要明确定义什么叫做重大建设，认为应该伫新能源、文化、农业等国家重大建设互春秋，但最后嘛是放弃。这样的一个弹性是不是遭受外面很大的污名化？我们必须要慎重。然后这个存在这几个弹性的话，遭受更大攻击污蔑，是得不偿失的。民进党立院党团提出版本，替行政院应法的批评来指挥。另外，民进党立委林淑芬嘛提出版本，强调2015年推动立法时阵，就已经排除这个春秋的后门。若是修法个开门，国土计划嘛无存在理由啊。连民间的业者都想变就变的话，那么这个国土计划法也等于不需要存在了。民众党是认为，虽然过程使人不免一疑，执政党是要把国土计划法修恶，但乐见最后是安尼结果。不要让这个国土法是被人家诟病为修恶啊！我想这个其实对我们执政团队也是很好的一件正面的嘛。本部全部也尊重委员的意见。另外，现行条文要求地方政府要在全国国土计划公告实施了后的2年内，做伙来公告实施地方国土计划，而且要在2年之内公告国土功能分区图。民进党党办是分别把时间缩长到3年加4年。记者王德新台北报道。再来讲，去年最高法院内底发生分案无公平的争端，监察院判断讲，宪报分案的制度确实有疏失。迄当阵，阁对最高法院的郑玉山院长进行职务监督。
当日田院长主动请辞办理退休，接任的是最高法院刑事庭的吴灿庭长，这也是有史以来头一摆有庭长直接升起来做最高法院院长的情形。伫咧司法院院长柯宗烈的监督之下，吴灿对最高法院院长陈玉山的手头接过硬干，完成交接，正式接任最高法院院长。新官上任，吴灿嘛对家己有真大期待。计划赶上变化，在冲突之间接下这一重大，觉得肩上的责任非常重。那这个是大不了三瓜掉同一招，也是最重要。新任最高法院的院长吴灿，对台大法律系毕业，捌做过台北、金门地院的法官，最高法院的厅长。嘛捌审理过吴敏成枪杀女朋友张鹤玲刣某囝3个人的重大刑案，即届互人破例升做最高法院的院长，嘛创下无院长资历却直升的头例。另外，伫咧交接典礼上，因为争议卸任的陈玉山是真感性来感谢同事协助电子分案，最高法院建立大法庭即寡改革。工作有成绩，那绝对是全体伙伴协助的共识。如果有缺陷，那一定是我的失误。陈玉山因为去年最高法院爆发分案不公的争议，监察院认为这分案制度有疏失，伊全请示提早办退休。陈玉山嘛宣告家己退休了后会回去台南，就此成为司法永远的志工。这里定调随台北报道。再来讲，去年有一个善心的企业家，忙要帮助残障人会当得到较先进的医疗服务，特别捐献予台大病院的分林分院。医生手术的是咧协助动刀的机器人设备，开始运用到今，这组设备已经帮助超过100个手术的患者。因为用这款机器人的设备落去手术，空喙较细，复原的时间嘛较短，风险嘛降低。80岁张先生得到良好双眼离奇。以往治疗方式就是用荷尔蒙药物，佮搭配放射线的治疗。当然有考量病人年纪大，病院改用机器手臂来手术，伤口较细，恢复时间嘛较短。出院后只要定期回诊追踪。这次非常幸运，找到了一个台大好妈妈，照顾我，给我开刀，让我复原。延续着传统的这个腹腔镜手臂的系统，那所以说它从简单的疝气手术到比较困难的输尿管重建，甚至一般所谓泌尿科比较困难的射物腺癌跟这个所谓的部分肾脏切除，它都可以应用。台大林会表示，去年有资深企业家捐赠予病院第3代机器人手术设备，目前已经辅助病院手术突破100例。嘛为着要照顾经济弱势，企业家搁另外捐赠3000万的耗材费，要帮助经济弱势的病患。100个患者100%拢成功，这是云林地区第一台机器人辅助手术设备，就是类似达文西手术。有几个优点，就是患者的经济负担较少，而且这个慈善的企业家给云林的乡亲每一年拢有40个经济弱势的免费的治疗。台大云林会表示，以后的泌尿科、妇产科和外科医生，新的跨领域团队分配到意大利来学习，为去年7月开始，运用机器人的手臂来开刀，让去年的患者唔免搁走到外县市来就医，会当有好的医疗服务。希望各会当缩短影响医疗差距。记者为您报道。咱来看花莲凤林镇，近来飞来几多只真罕见的鸟只——白头鹤。照讲，全世界当时存无到1万只，是将近要断种的一款鸟啊！但嘛有未少爱赏鸟的人士，无少路途遥远，专工去到遐欣赏甲翕相。徛伫咧田里即几只鸟啊，毋是白灵丝，因为乌色的分丝敢若有颔棍顶管是白色的，所以互做白头鹤。全世界存无1万只，是互世界濒危物种红皮书列入去名册真稀罕的鸟啊！听讲出现伫咧花莲，这鸟友就赶紧去翕相。他们都是以为是火鸡，我们的老师跟我们讲说是白头鹤。哦，它好像很稀有哦。很稀有，它是1级保育类。哦，因为气流的关系啦，可能被带错了。就跑到我们这来。迷鸟这是最多的一次，以前都只有1只啦、2只啦。这是几只？7只哈。白头鹤是世界上体型上细的鹤，分丝有1公尺长，体重3.7公斤，翅骨展开有1.87公尺宽。真机灵，毋过真无胆。平常时啊，歇伫咧湖边、河口，还佫有落地，是食鱼啊、虾啊、甲虫拖。伫台湾算是真罕见的鸟啊。
它的繁殖地是在西伯利亚，那最主要是冬天的时候他们会迁徙到比较温暖的地方避冬，不会经过台湾。它因为来到台湾是真的是非常的不可思议。根据记载，白头蝠伫台湾出现的记录有58届，这届拢总出现7只，是上济的一届。学者观察到，这群白头蝠应该是一个家族。而到飞去到花莲凤林镇了后，就愈来愈侪人来看。野鸟协会呼吁民众唔通惊到这个鸟啊。记者综合报道。咱连续来看几条屏东的消息。屏东嘉东遮有一群农友组织一个稻米青龙团，内底上届少年的团员今年才22。众人互相交流技术甲经验，尤其少年辈对广告宣传甲行销有真侪新的主张。所有的团员用心计较，拢是望要甲庄头所种出来的好米，尽量推销去南北二路，互愈侪人会知。春天的稻仔长咧大，几来农民伫咧田里无用的蔬草，上少年的敢若22岁尔。屏东嘉东有农友就一团青年农民团，大家斗阵来种品白米。在就是刚入农业的话，会没有人教导下，会比较无助。就是大家可以在里面做一些意见交流，或是工作时有什么分享啊，然后一些比较老的前辈可以把他们的技术交给我们。14号、11号、甲3号的芳米因拢有种，这好品质的米，消费者食好斗相报。这青年农民上资深的已经种作10外冬，目斗做真侪机械设备，在当中慢慢的找出自己的兴趣，也看到自己的目标在哪边，所以才全心全力去投资农机啦、干燥机啦，一些水稻的机械设备。想之后自己去创造自己的品牌。王兆兴近来找少年人做伙来种稻仔，这阵稻米青农团有经验的人出种作的技术，少年一辈出头脑来行销，要共同甲屏东青农的好米送到每一个消费者的头前。记者综合报道。嘉东看完，咱来看李港，过来咱招观众朋友来看一款乌色的柑仔蜜。乌的柑仔蜜到底是啥款？屏东李港一个农民，因为进前伫咧国外，食到这个真特殊的토마토种，4冬前就开始种，也无人通好教，只有是哪摸哪学。伊讲这种乌的토마토营养成分和别款无相同，咱就做伙来了解一下。亨利一粒一粒生做袂输利亚的模样，竟然是一种乌色的柑仔蜜，真罕得看。切开内底肉是红色的，配水果看起来真好食。这种特殊的乌色柑仔蜜是屏东离港的农民单育成意外发现，伊投入4冬，即马才有稳定的产量。秘鲁，我旅游的时候吃到野生的这一种紫色的番茄那时候我就心里面我就很有一个感觉怎么会有紫色的番茄呢？那然后最后呢，我在这个美国呢得知这个有这个黑色的品种，那我就把它引进到台湾来试种。台湾种乌柑仔蜜的人并无多，但又先家己哪做哪学。伊发现讲，这款乌柑仔蜜需要照日才会油青换做乌红的色水。伊甲种出来的乌柑仔蜜提去检验，内底有胶红素，佮有花青素，食了营养佮健康。它在我的检验之下它有非常多的这个花青素，它100公克里面有15毫克。那尤其是在番茄上面呢，它是它就是呢最高的一个黑番茄。原地咧做水电的陈玉成，为着照顾时代，转来故乡种作。目前通路有客丁配送、游客现版2种。伊毋若过来种作，目研发侪保养品，就是要让这款真营养的乌柑仔蜜发挥上大的用途。记者综合报道。咱讲话来看台中清水贯穿文化园区，本地则是空军的贯穿，目前已经重新经过改造，为着要让这个所在更较活动，更较侪人来佚佗。地方的文化协会就和港区的艺术中心，佮有高中的美术班配合，伫咧园区四边安排超过500只用纸拗的飞机，嘛引起真侪人拢来翕相甲行搭。一群学生囡仔甲手拎的纸飞机射出去，边仔佫有一家大细，哪散步哪甲5花10色的纸飞机地景艺术翕相。这是台中的清水贯村文化园区。小路造飞机，今天还有射飞机的比赛。那今天蓝天白云拍起来就是蛮漂亮的。清水贯村文化园区原本是一座空军的眷村，为着让这个所在毋若是一片老厝尔尔，
清水小园文化创意协会、甲港区艺术中心，佮有中港高中的美术班合作，毋但伫路面画纸飞机飞伫咧蓝天白云内底模样，残忍佮有500架纸飞机对风摇来摇去，看起来真有意思。这边原本是空军的眷村，所以我们用空军的 logo 画在那个纸飞机上面，然后象征着在空中翱翔、飞向未来的意象。除了伫室外翕相以外，嘛甲眷村内底的房舍打造做版画艺术展，互民众会当来体验印版画。清水眷村文化园区43号房舍特别把这个43号房舍布置成一个喜庆的一个版画，还有剪纸的布置。甲无人咧住的眷村改造做文化园区，互即寡老厝嘛有新的活力。即马阁配合纸飞机地景艺术、花海版画等等的活动，希望会当请阁较侪人。做伙来认捌传统眷村的珍贵基地。记者综合报道。台中往北咱来看苗栗湾里遮有一阵少年家，真正因为协助在地民众反对用风力发电，也来发觉讲湾里遮所在调湾万项资源拢较欠，因就安尼决定要留落来拍拼，尽量找出砖头的特色，帮助地方的发展。咱嘛同齐来看这阵少年家用心点在地博感情的过程。如果一般的台湾乡镇不想要不当的开发，那这个地方到底想要什么？就是这个地方到底有什么价值跟特色？那这就是苑里仙海峰当时一个很重要的成立的契机。仙海峰开始总找地方工户人的故事，了解湾里产业的起起落落，因希望会当让外地人知影湾里珍贵迷人的是啥。遐菜市遐阿伯阿姆啊，伊头一遍讲，伫伊做生意的所在有展览的看板啊，搁有一寡纪录片，因迄当中那穿甲足水的，所以伊看到讲，阮甲伊展览，伊其实足欢喜的，所以因其实是足感动的。因伫2018年成立湾里头一间册店，也就是现册店，这毋但是提供予外地人的资讯平台，嘛是为湾里人所起造的公共空间。它其实有淡薄仔亲像一个旅游咨询中心，但是阮阁希望讲，它应该是大家会使来遮讨论的感觉。因希望甲在地人的交陪会当愈来愈密，所以成立一个教育部，运用社会服务甲友善的宣传来帮助在地乡亲。我们认识一个农夫，他种芋头。我们认识一群愿意当志工、本身学有专才的大学生或者是硕士生院里人。我们也认识了很多的高中生、国中生，也认识了一些社服团体。高中生免费来上课，1个小时用2个小时的社区服务去换，等于让在地的一个循环做起来，整体的院里是一个更好的院里。仙海峰这阵少年家伫湾里拍拼，希望这个所在卖正做现代化的牺牲品，传统农村嘛因为有这的创新甲活力，互湾里的生活会当愈变愈好。记者综合报道。镜头刷过来去看国外，法国因为武汉肺炎封城到当2礼拜，结果煞造成厝内底有人起骹动手拍亲人的家庭暴力事件，加有3成出来。荷兰这边是有一间博物馆，为着病情咧看，暂时无开放，结果煞引起贼徒出骹手，100价值大票2亿，19世纪印象派画家梵谷的作品，就安尼互人偷拼去。传出梵谷名画被偷，伫荷兰阿姆斯特丹教会这个博物馆，入口玻璃已经被派人破坏，事后暂时已被绑封掉咧。警方表示，30透早3点15分，因接到博物馆报案讲有贼仔，不过15分钟后赶到位的时阵，贼仔已经逃走。The thieves came in by breaking the glass door, and at that point they got in and got through a few doors and took the painting. 被偷的画《春日回航》是印象派大师梵谷1884年的作品，为一个妇女徛伫回航边欣赏红花盛开，背景有一间教堂。当时梵谷老爸就伫画中这间教堂做牧师。博物馆讲，这幅画到即马拢互人一种宁静的感受，是另外一间荷兰博物馆所照出来珍贵物件，价值有600万欧元，核心台票2亿。想袂到竟然伫疫情闭馆期间被偷，而且迄一天拄是梵谷167岁生日。
Ik voel me ja, heel cliché, maar zo is het wel ongelooflijk boos. En nu begin ik me langzamerhand ook verdrietiger te voelen. 目前警方只全力追查700位下落，暗过同款互人遗憾的是，法国对新冠病毒宣战，自3月17起全境实施封锁管制了后，家暴事件也对咧增加。统计显示，封城第一礼拜巴黎家暴事件就升悬30人，其他地区也30只，其中有2件谋杀案。为保障妇女安全，法国当局顶礼拜鼓励受害妇女透过邮局向当局求助。礼拜是进一步宣布，会伫20个卖场设立咨询中心，同时增加100万欧元作为反家暴经费，协助受害者到旅馆安置。记者综合报道。下半部天气变化啥款？咱来看各地头详细气温的资料。北部17度到20度，中部23度到27度。南部24度到31度，东部20度到26度，金马平湖15度到24度。感谢你收看今日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郭国清，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多谢你。